本尊经理连任组长，在座各位亲戚大德，大家晚安。更到咱这个六日谈经大家嘛真难得啦会当做内来共同研究这个谈经或是来念这段气数幽文法，本数上见经俗，念阿弥陀佛，观心西方，千和相说，一心辟佛，观为破疑，书本显听为妙悟说，世尊在下跪声中。说西方因化见闻，分明去处不观，略论相说理所，有108000，即说心中实无八相，便是说愿为伊下经，说经为伊上义，另有两种法无两般，别无有书见有知识，礼人念佛求生有辟，五人自证疑心，所以佛言随其心证即佛透证。当然这个微智数呢伊来请教这个讲座伊就是讲伊听到这个经年道俗就是讲这个和尚或者就是讲在家医师咧因就是讲念这个阿弥陀佛那念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观心西方也就是讲念这个阿弥陀佛呢，在未来往生了后，就会当往生到这个西方净土。那当然在请教和尚一心辟佛，观为破疑，就是讲安尼甲有法度通真正来去到这个西方净土啦，念这个阿弥陀佛，有法度倒去到面前净土，当然这就是伊有要求这个疑问啦那当然咱经常咧嘛有可能拢共款会有即种的疑问上经会当来往这个西方净土毋免修行当然咱正疑问就是讲毋免修行，你上经你就会当往生去迄个净土，敢有遮好叫咱求道共款嘛真济得道的人呢，伊嘛是疑问，就讲得道讲安尼就会当往生这个面的净土所以讲呢拢会有一种的疑问。那相对伊伫遮讲念经，是毋是真正会当倒去有迄个疑问来请教这个讲座。那当然，这嘛就是讲咱伫修行伫迄个万教之法修行法门呢会使讲是非常的济啦那当然每一个教门就有每一个教门的这个讲法当然伫这个所在难免会有一寡这个疑问这个讲座呢就甲这个微智数讲书本显听为人悟说啦那当然世尊伫这个下位声中呢，伊讲这个西方因化经就是阿弥陀经
内底甲咱讲分明去处不管，所以讲呢，若依照这个上说理数有108000里，有108000里啦。咱当然伫这个演化经内底呢，伊就是讲有这个啥呢？有了着这个有了着这个10万亿，10万亿的这个路途那么呢，伫这个所在，佮伊讲分明去处不管，当然啦，以论上说的理数呢，当然而且其实伊讲有108000。那108000来讲起，伊这就是讲是一个这个讲法比喻就对啦。无讲伫这个伫这个弥勒净土咧，弥勒西方净土咧，敢真正是108000里尔敢真正是安尼。所以讲咧，伫这个理数来讲起，其实无法度通家己论证。这个讲大致上呢，伊有一个迄个上说，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六祖呢，伊是甲比喻，甲比喻做心中有10恶八邪，10恶八邪，便是说法，便是说法。当然嘛，就是讲，咱本来是一个圆陀陀光灼灼。的迄个主线，咱讲人之初性本善嘛，所以讲人伊是咱的自性，伊是道心，咱讲顺善如恶，嘛会使讲是清净无碍所以讲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无有了着恶言对立，无恶言对立。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甲咱讲10恶八邪。因为咱来到这个环境了呢，那除了着外在一切，咱讲着金刚着金，来世着色。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当然心中所去感染的，有了着这个恶言对立了后，有了着这个世心用事，咱讲得不关理，民主万己。因为你已经毋是纯善如恶毋是纯善如恶，就是讲你的心中内底就是伫这个世间当中呢，来感染到，来形成心中有了着这个10恶八邪。所以讲呢，有了着这个心中有了着这个10恶八邪，便是说法。因为你本来是圆满，圆陀陀光灼灼。清净无碍，但是你有这物件了后，你讲你要会当真正来达到西方净土，当然是愈易愈难。所以讲呢，伫修行学道来讲起，咱若讲伫修行学道，会当弃其本无，恢复本有。你气度愈济，相对你恢复本来的就愈济。你若如果是讲你本来有诶，去互伊蒙蔽去，蒙蔽愈济，相对你道愈宽，愈远就对啦。所以讲你有10恶八邪，免讲嘛，根本你无法度圆满无法度圆满。所以讲诶，说法为伊下经，下经诶人呢，当然伊依照即个理想。108000里，有够远呢，有够远呢。那当然呢，说经为其上帝，那当然呢，伊心中内底的10恶八邪，伊若有法度人慢慢来面对。咱来甲想，你若面对一项，你就离道愈近嘛，你就离佛愈近嘛。你若感染的就是离佛愈远嘛。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六祖的意思嘛，就是讲西方
远在千里，近在眼前。所以伊当讲心中的是无发想。所以讲个对了伫即个道理的启发呢，当然这就是讲有下品甲上品。那当然咧有下品甲上品，即个人有即两种。那么呢，法无两般，嘛就是甲讲法本有三性，无有下性、中性甲上性、上性，本来是无分。但是咱人有两般咧，就是讲迷误无共，迷误无共。所以讲咧，伫咱修学过来讲，每一个人修道，伊个圆满的赞助程度咧，相对是无共款的。无讲未来讲，大家拢学紧到细吼，为啥物各位无变大？除了外公啦你内公咧，共款啊。你内公愈圆满，相比你各位愈悬。你愈无圆满，唯有就是再修再练嘛。较严重你就是爱去内个，敢是安尼？若无讲你天道若而遐有法度修的圆满的话，嘛有可能是过关。你若讲严重的话呢，咱有法度。所以讲咧，咱得到即个道了，甲咱讲，咱会当往生念的净土。但是带会了嘛是爱看咱个人伫内功甲外功所造就的是到有啥物程度，才去按功定果。按功定果。所以讲咧，伫修来讲咧，当然这拢是咱每一个人家己的一个功课啦。若讲伊伫外功，当然爱当帮助着嘛。伫内功内底，变气味去解无变。咱的功夫会愈深，相对呢，咱改变会愈济啦。若无好啊，就虽然有修道的名，但是无修道的实。咱讲，伊去无修义功，伊去有修义功，是看咱安怎下功夫啦。那当然，以法来讲呢，法伊本来，伊法无有三性法，是因为人有疑顿，嘛就是讲伊迷误咧无共啊。有的人是感染较深，有的感染较无较深。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如果你若讲像即日头，如果乌云大甲伤严重，当然咱伫即个世间来讲咧，即个日愈暗。你若是讲伊日头遇到即个乌云小可遐咧，当然伊佫会走出了着即个日头光。像今仔日咧，今仔日共款，就日花会佫较大，嘛有乌暗，暗啦无日光，但是咧，嘛无讲有即个无有了解即个日头光啦所以讲咧，即个日头光伊的光业是看伊被乌云所覆盖，嘛就是讲咱的自性来到即个所在，被外在的物件来甲咱蒙蔽，伊是深甲浅。所以咱来想伫道中有当时你去道的嘛有困难有当时得到道要修道的嘛有困难所以讲咧，这每一个人的因缘无共款，所以更有知识当然这嘛就是讲有当时是无毋对，有可能伊覆盖真严重，自信覆盖伤过头严重，但是伊有肯去接受了即个道理，然后伫伊的心性下功夫，慢慢伊就会当去了解着。所以讲咧，伊愈了解，相对伊的修行，伊会愈用心。所以讲咧，咱人有当时来到这个道中咧，当然也无讲足了解的时阵，所付出的就会有限。当然，你了解愈济，相对你的付出就愈济，因为你会感觉讲，
这是做你家己的，这是你家己，毋是做无别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嘛是爱看咱个人啊。美人哦，则讲美人了不求生有气啦，无人自证其心。我明白伫即个世间当中，美人讲我求来念佛求生，念佛你会当往了求即个西方。为啥爱念佛？嘛就是讲，我着做迄个僧众嘛吼，我想讲来念佛，看佛会当甲我引导转去即个西方。但是无人自证其心，因为你的黑暗自性黑暗，有了真济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来甲伊覆盖。那当然呢，有体悟的人，伊知影讲，即个问题是出伫心，毋是出伫安怎呢？毋免着去念佛求生，因为安怎讲呢？你着知影讲，你自证其心，心的问题，你对心你家己功夫。你来着去念佛的，敢是安尼？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毕竟着看咱所去体会着，所以讲呢，佛言随其心静即佛土静啊。当然，而且甲伊讲呢，其实心静佛土静，当下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讲呢，咱。会当去家己体会啦，讲修道是修心嘛，所以讲呢，心就是天堂甲地甲的锁匙，所以讲唯有呢，对心去家己做一种的改变，其实净土就是头前尔。所以讲咱修行，咱讲天上果位人间定嘛，你就是讲伫内外讲做济做少，就是遮盖棺论定啊，敢是安尼？伫你失意顶啊定的，已经你的所作所为，就已经确定讲你未来的成就伫对啦。毋是讲目睭摕去来上经，会当倒转去。甚至就讲你念经，你敢有改变？咱听到你敢有改变？意思是啥？有我足认真咧念经啊，但是我心无改变。道理我嘛足认真咧听，但是听一说，讲一说，做倒一说，安尼要修嘛是，要会当真正圆满的，其实嘛是一个问题。当然，佮再来呢，咱就是讲针对了这部分，安尼佮提出来叫咱大家搁进一步来做一个研究啦当然伫即个所在呢，就是咱对次数问的，即个阿弥陀经的念阿弥陀佛，敢会当往生西方？那当然第一，念佛往生即一生保存，不退成佛，不退成佛。而且甲咱讲你念佛往生，那往生即是一生保存，不退成佛。你念佛可以安尼吗？念佛敢会当安尼？当然咧，伫这所在，咱先来看咧，即个一生保存咧，或是有搁家己，搁家己查啦一生保存的意思就是讲，伫菩萨该位的最高位，就是顶觉位，经过一生就可以保佛为处，保佛为处，所以称为一生保存。那当然就是讲，伫咱释迦牟尼佛伊的应运，就是讲咱顶一是马总统嘛，正就是蔡英文嘛，所以讲咧，这就是讲马英九伊做甲任期到了，
伊一定阁有人一定来替代即个总统的位置。当然咱是用选的，但是伊伫即个净土当中咧，嘛就是甲咱讲，等到即个释迦牟尼佛伊的时运尽，时运尽啊，过来要补即个释迦牟尼佛的，就是弥勒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所以讲的弥勒菩萨，也就是一心补助伊咧带伫即个刀士天的内院啊。所以讲的，或是讲过来讲，为虾米伊太公的要度和尚，因会接受，因为或是嘛会甲伊分享，未来就是弥勒所说的意。而这个弥勒经内底，伊嘛有记载，当时以释迦牟尼佛，伊嘛有记录在这个经典内底。所以佛教，因这个和尚弟子呢，其实伊是清楚。所以和尚伊嘛会讲这我知，因为伊经典看会到啊。这毋是讲去一贯倒甲传落有安尼，毋是讲咱感觉讲有较无咱是说了就算咧。你讲经典，敢袂当讲咱说了就算？无可能诶，你像讲，即个经典以修行来讲起咧，人有研究诶研究比咱较深诶，毋是你说了就算诶。所以讲咧，你家己讲到这了后咧，当然伫即个泰国诶和尚咧，伊讲这是啥？是啥？所以讲咧，你道理来听到就没有问题。你甲我差不多就讲会有啦，会有啦。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嘛，就讲弥勒祖师伊的应运，咱伫迄个弥勒经内底嘛，方用了道依家去，转道三用弥勒尊嘛。所以讲咧，即摆就是弥勒净土伊弥勒祖师伊的应运，伊咧，伊所住的所在就是伫即个刀士天的内院。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有讲到内院。相对就是有外遇，相对就有这个外遇。所以讲个刀士天的内院，就是会当一心补助，一心补助，嘛会当互咱带入往生内底。所以讲呢，咱今日会当修行学道，会当得到呢，其实毋免怀疑啦，毋免怀疑。上天慈悲，互咱会当得到即个道，嘛就是讲咱是弥勒祖师的惯性，所以讲咧，咱未来100岁年后会当往生弥勒净土。所以呢，对于咱的即个内容来讲起来，当然是讲有参考，当然会当进入了解即个内容，但是一心补助，所以讲呢。会鼓励咱姊妹咧，爱做些参考，无非嘛就是有伊的用意的所在对啦。所以讲咧，如果若是念佛会当往生，毋免下边就晚，下边出人，做工来伊，迄个走三步做两步走，走一步的走去到。黄梅关嘛，拜五祖，就毋免啊！你带阵上弥勒经就上迄个阿弥陀经就好啦，就毋免啊。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嘛，互咱看着讲，伫咱六祖来讲的，伊嘛无上啥物经，但是伊会当真正的回归到倒去到。就咱的本分，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咱慢慢就会当去甲伊了解，毋是讲你上面，你上这个阿弥陀经的，你会当往生，无修行会当往生，所以讲咧，念佛往生，连开见佛，五无成就，这就是世俗。就是安尼讲，
听伊讲，其实讲起来，嘛是有佛教徒针对了着这家己嘛会感觉有怀疑的所在啦，有怀疑。你像这个李次数，伊是一个佛缘嘛是真好的人，为什么伊问这个问题？伊嘛讲，你上这个阿弥陀经就是讲往生，嘛毋是伊个人有这个问题尔，就是讲经验路俗共款，拢会当着这个问题对。所以讲呢，伊伫这个所在来请教了解这个答所，除了伫当时互经验路俗会当知影伊之外，嘛就是讲到即摆来，互咱修行的人呢，嘛会当去针对着这个问题，看咱答所呢，伊安怎去讲就对了所以讲呢，无法度人生出了个信心，所以讲伊当会问伊当会问，所以讲呢，咱答所伊如何解说如何解说呢？咱就来甲研究。这个西方演化经呢，也会使讲是阿弥陀经，也会使讲是阿弥陀经。内底伊就记录，将是西方50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你甲看，你去到了这个佛国土呢，依照这个论述来讲起来，有10万亿的这个路就对啦。安尼讲，那以这个相实来讲，安尼讲当然安尼是有当然呢，为什么答所伫后壁讲分明譬诸佛法？就像咱咧讲迄个第一部不在灵山佛观去，灵山自在逆行者，灵明有得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咱咧解说讲灵山就是印度，有一座山叫做灵山。那伊伫咱台湾去到遐足远敢是？但是呢，即个伫即句的后壁咧讲无关去，叫咱毋去真远的所在去。伊伫即个所在意思敢对我有相像？对我相像啦所以远在千里，近近在眼前，其实是咧讲着咱的自信讲咱的自信所以讲的讲经咱讲讲经不离性，拍题不离点，所讲的无离对了着这个心性。所以你看答做伫这个所在，分明理出不管。所以讲呢，这个当中嘛，就讲这个10万8千，伊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比喻，讲远足远。阿当真正是10万8千里那以前毋过西方净土，若讲迄个看会到的科学家量会到科学家量会到伊无形无相科学家敢量会到？真正有当量，但是你量到做唔知影为什么互我讲若有形的科学家量会到？咱咧讲迄太空船，太空船来讲起来呢，就是讲迄台好奇号，伊是无坐人的太空船。太空船有坐人甲无坐人的。那么这个好奇号，伊是无坐人的太空船。你甲想，伊要灌偌济能源，有法度飞去到火星？要灌偌济？你若无讲袂晓算会着，迄毋像咱遮呢，走到无油来加油呢，迄无咧。你的能源，你就是法度通甲互伊走去到了即个火星，会当走去到遐。所以伊算的就讲，我这能源走去到火车的上空，然后呢，对着即个火星的即个，对着即个火星的能源，真正。虽然讲迄科学家就是科学家，真正。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答所伊是讲的，这是比如，就是咱心中内底的十恶八邪，
心中内底的十恶八邪哦。那当然呢，这个十恶八邪，那就是讲心有三恶哦，口有四恶，意有三恶嘛。哦，安尼多好十恶嘛。哦，那当然以八邪来讲起，就是八正道的反面。哦，伊的反面。所以讲呢，伊的反面，哦，那以八正道来讲起，正义、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命，哦，这个正直正啊，这个正念、正定，这叫做哦八正道。啊，所以讲呢，以八邪来讲起，意思是邪意、邪见、邪思维、邪业、邪命、邪正直、邪念、邪定，这为之。这个这个八邪，所以讲呢，这个十恶八邪呢，嘛就是心所做出来的十恶业。这是咱去做出来，伊讲，咱若无去甲斩人，伊敢会变伫咱身上？你若莫生出个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你若无生这，敢有这？所以这物件是对咱内底生出来的，哦，对咱内底生出来。那么为什么咱会对内底生出来？因为咱伫欲根触欲定生欲色，哦，所以讲是变成邪比邪见，变成就是一个邪比邪见。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会去做下了的这个十恶业，所以讲呢，知见不正来背离了的八正道，变成了就这个八邪，来成为了就这个邪比邪见，邪比这个邪比邪见，那当然往生西方落到毋是远尔，也别这句无可达。毋免讲啦，毋是远尔，无可达啦。所以咱来讲，分明去处不完，唯有你就是翻翻倒转啊，家己的十恶八邪啊，准做无去，当下是毋是啊？西方敢有经？西方人在感情嘛。所以讲咱若有法度去一本有恢复本，当下就是佛了。所以讲，伫咱修行来讲起呢，无非就是要找回着咱的本心嘛。咱为什么爱学？当然透过了这个学的内底，了解了咱的本心，伊是清净而无碍的，没有这一些。如果有这物件的话，这就是所谓修行。修行要改变啊，无改变。毋是路远啊，无可达，毋免讲袂到。所以讲修道来讲咧，真正有功课，有功课。因为当然咱会甲放落外，我讲土地道人啊，多古道人啊，有修道的名，但是无修道的实啊。那安尼的时阵，到最终真的也无可达。莫讲远啊，若远来走来佫会到，迄是讲你安怎拼会到，因为你都无甲伊改掉嘛，无甲伊改掉的话，自然而然，你就不可能成就佛。所以讲呢，咱就是讲爱伫心性用功夫。当然，咱今日去修行学道，伫外地来讲起足重要，但是内底较有重要。咱重要啦，咱讲福慧双修嘛当然咱的经验足好会当帮助的是足济当然伫内在呢，真的也是要下功夫嘛着爱下功夫，无下功夫人讲修福不修慧嘛福中嘛真济嘛，修慧不修福慧中嘛糊涂所以讲呢，咱既然修炼学道，真的就是在心性用功夫那这心中心中十恶八邪，便是说法。
说愿为其下根，说经为其上义，人有两种，法有两般。迷误有书，言有异质。那么呢，其他来讲起来，伊的牛，人是牛猪的差别啦。那么当然，伫遮个牛，毋是讲戆啦吼，毋是讲戆，就是讲伊也无法度通真正有迄个智慧去理路，就讲一般的凡夫俗子就对啦，没有概念，无这个概念，所以讲呢，有了解这个无敌的差别，若无依照佛法来讲呢，它是平等的，无高下的分别，袂讲讲你修的是上乘法，你修的是中乘法，你修的是下乘法，因为你若如果讲以咱富有的这个智慧来讲起，大家拢总是相像，在圣不争，在凡不减，所以讲呢，咱的自性本来就是在圣不争，在凡不减，拢是上天法的拢是相像的啊，拢是相像的，袂讲这个较好惊，上天法较巧，这只产个生做较歹，凊彩就好，这生较悬，好这体力看起来较好，这个安尼咧受手上天予伊的就凊彩，无迄个代志啦，来拢变势，咱讲有咱的名，来拢变了名啦，为什么咱会愈来愈少？开启，所以讲向上面讲这几样名几样名这是家己开启的啦，家己开启。所以讲呢，修行呢，就是要找回咱的用法力来保证咱的第六名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无分上中下啦那当然，伫咱要度化兄弟姊妹来讲起，为啥要有分层的教育？分层的教育敢是看迄人无去？毋是因为伊都袂通去食补，你互上补，无法度嘛，无法度，对伊无益啦。所以讲你着爱讲伊即个赞助，你着即个赞助的道理，互伊慢慢甲伊启发。互伊的智慧愈来愈好，有法度能真正体悟自然语言，伊就会提升了伊的产出。所以佛伊咧讲经说法是应机而说随众生的因性行方便法门。所以讲咧讲道理，袂使讲相像，你爱看。看人敢若足歹听敢若像你看人无起，毋是迄个看人无起的看人当然，你着讲伊的体会到底是点，你互伊的物件，伊感受会得。所以讲咱讲道理的，其实咱讲道理啦当然有错是理言听毋过呢，你爱看人讲，若无你讲妙法理法。若一般较下根的人，伊也体会袂到，其实你加讲的爱嘛加济啦，感受到迄个影响分袂到，所以讲咧，伫司法者来讲嘛，足重要，你要安怎互伊感受袂到？咱讲无求道，甲讲互伊会求道，有求道甲讲互伊会修道，迄个发上好，敢是安尼？所以讲咧，嘛是爱随着众生的精神。是这个方便法，那么呢，是这个方便法门呢，就是要破除众生分别伊这个执着，因为执有甲执无，众生执有甲执无，敢会使？毋是执有道，毋是执有道，若执有的讲安尼世间就是有上好尔，执无讲人死着煞嘛无咧，所以讲如果若是安尼的话，其实对因拢无帮助，无法度开启了因的智慧啦。所以讲咧，伫咱即个道理来讲起，咱咧讲，为虾米呢？要讲着善，
甲恶，要讲着功德甲无功德，这嘛是爱应机而说。你若甲讲做咧无功德，敢有人要做？无人要做。其实毋讲做无功德，是叫咱卖自助尔啦。头有无功德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甲伊讲为什么叫咱毋通自助？因为我们自信本自清净。你若只有跟主无，这有功德甲无功德，就是你的自信已经失掉你的清净了。所以讲的伫这所在当然呢，嘛就是讲叫咱无为而为，叫咱无为而为。但是伊的赞助无够，你甲讲是无功德，所以讲道理当时嘛是爱善意的。你若想讲这体育班当然赞助无够的啦。其实有人遐甲想到，你要讲这问题，要讲这问题咧。你若讲伊就较无了解，较自助，你甲讲讲迄无功德，你甲看伊敢会做，当我卖做。你若甲讲迄个咱爱无为而为，莫去甲想，莫去自助啦，莫想着讲你莫去甲自助。当然对有了解道理的人有效，但是对无了解的人，也许因就是有另外一个思想。所以讲咧，有当时咧讲道理咧，伊的技巧性，因为咧听的人赞助无共，咱的技巧性要安怎讲会当互因感受，所以讲咧，而且来讲法法平等，无差别，礼物不同呢，是礼物无共呢，法法平等，所以讲法有当无三成法的，毋是讲世尊的伊的法有分，伊的法无分，只是伊要讲的是针对咱即卖需要做分别的，毋是讲即个人甲讲的法讲较好的，就身份，即个人凊彩甲讲的好啦，毋是安尼。当然呢，伊的差别是讲伫礼物无共，所以讲道理当有方便法门，当有即个方便法门，所以讲的伫西方。遥远，这就是对这个下根，这个下有根基的人所讲的，因为伊无体会到遐，佮心中内底呢有实恶不善，当然讲袂远啦，对伊来讲是远啦，但是呢上根的人来讲起，你甲伊讲者，伊就啥？伊在左手归心。心改变，当下转念，当下就变化。就是讲有当时咱咧烦恼，若拄有人甲咱讲，互咱听，迄个当下你敢会讲安尼我知，随时放下，迄个快乐就会当找到转来。若无的时阵呢，有可能咱有烦恼啦，有忧愁啦，无人点化，有人点化了后，当下来讲意义精神弄足。伊伫当下内底随去觉悟，伊就随时放下，伊会当找到伊的清净、自信都有爱，所以讲呢，讲毋觉见，只是爱看是对象啦，对象那当然，众生礼物深浅便有理质啦，每人呢见道较久爱启发啦。所以讲呢，伫道中来讲起来，有当时咱讲道理听无，总啊悟出来，上贵伊就是安尼。你若讲我听无，感觉袂歹，你锲而不舍，去爬骹行久人诶，其实你有一天你会体会得到，真正。你若讲智慧诶人悟道较紧，点一个。点这个，所以讲你家想，白白讲求道修道，拢是人，但是为虾米？有的人真正修道学道当中的无为的，认真咧拼了付出真正牺牲奉献的，敢讲伊咧讲吗？毋过诸佛菩萨就是安尼在世就是牺牲奉献所以讲呢，这个爱看伊个人的智慧啦。
伊感觉讲伊收的投资者，当然伊个投资，为虾米？伊是万年久远啊，会当换来万八年，伫世间佫拥有较济，它是短暂的，所以讲呢，伊会当了解人生的真谛，所以讲伊会当学佛，毋是只做伫辅导所，伊会当学佛，这就是讲理解。所以讲平平人无共款的，平平人无共款。所以讲呢，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无共，袂得颠倒，就是无了解办法，缘起成空。对外在一切的名相，叫这个名声性的，家己卖入去，嘛是个爱这套好你又大的呢，叫原味的，这听起无好诶，叫我第一名，我听起嘛袂歹毋知讲这物件是缘起成空。这是过间的婚姻过间的婚姻。所以讲呢，有人讲咱为虾米毋通嫉妒人有钱，毋通嫉妒人好？其实这拢是过间的婚姻你甲看，自古至今偌济皇帝嘛是无义的当然咱毋通去执着的，毋通去嫉妒的讲当然人因的好有因的因缘但是这拢总伫世间都是短暂的，你也毋免就去人拢遐好咱拢无遐好遐，咱伫世间拢默默无闻咱拢是贫困，那么来产生了这个幻塔其实伫世间延伸延绵，无中生有，到最后是有中还有，就像所以讲你免去执着了讲伊有无好甲歹，大家尽心尽力。伫世间咱的面前去拍拼、去赚、去趁钱安尼就好啦。会当到什么程度，你就能快乐就好啦。你若是讲你就有人开但是看人比咱较好遮，你去家己牺牲，感觉讲我太遮傻。当然呢，你迄个艰苦就会生出来。所以讲呢，伫遮来讲万法拢是缘起成空的啦，缘起成空是了不可得求生西方了不可得所以呢，觉悟了达诸法空性，一切上界一念无明，妄动而三性的，真正无明就是无明已经迷失了咱的这种的这个佛性、良心、良知、良能，所以就会有了解这个妄动。其实这个妄动讲起来就是讲外在的一切，即使有，它也是短暂的，这是一个虚妄、昙花一现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特别甲咱讲无非迄是一种虚有的、虚妄的免在意足济啦，免在意足济啦，活在当下莫讲咱若好，咱就安尼，规个心拢歹的时阵，咱就规个心拢换色落入在这一个对立当中的，其实对咱的人生来讲，其实嘛无好啦而且呢，这嘛是拢是短暂的所以讲对艺人甲五人来讲起，那伊的成绩差异就是遮咱今日呢来学佛，无非嘛要互咱了解万法拢是缘起成空慢慢去甲体会，慢慢去甲放下，慢慢去甲看开世间无啥。可你外好嘛是安尼你想邓丽君有好无？足好但是嘛过一世人嘛是过一世人咱就讲会当好了解真理，对于了解修行呢，会当去家己用心其实会当恢复着
对咱的自信、光明的是上界重要。安尼呢，咱会当真正倒去归根吼，自净其心，自净其心就是爱归于了着一净，达到了着无念。这个无念唔通讲安尼，我拢袂使做代志呢，不是这样。无念就是讲思来这个，失去这个，这叫做无念。无做人，才有可能讲无念，无念唔知影明仔怎么样做。唔知影。所以讲呢，这就是自净其心啦。你若思来这个，失去这个，这就是自净其心啊。你袂家己留伫你的心中啊。你想讲迄臭水沟就是因安怎讲会臭，因为伊袂通啊。即久的时阵，自然呢，就变成臭。你若讲，伊迄个水会出，伊是流通的，当然就会有臭水就对啦。所以讲呢，其实咱对于心，咱讲我心足烦，我心足艰苦，我心足欢喜，我心足安怎，拢是心嘛。你心有问题，结果你无医生去调整，当然你找袂到你平静的心啦。所以讲心念清净，当下就是净土。安尼尔佛里对佛陀里对净土，迄个西方净土里对你依念当中而已。依念当中。所以讲呢，伫修行无非就是要安怎了以咱的心念，伫260中内底，看会拢伫最佳的状况。安尼，这就是咱修行的功课。所以佛教来讲，随其心静，即佛土静嘛。心静，所以调入心。若无调入心，会足艰苦，会考袂了啦。敢是安尼？讲逐个破病拢是心的问题啦，敢是？所以讲呢，咱当然好甲毋好，总是互咱学习要安怎去转变。真正呢，毋是讲好你就拢甲放伫心肝安尼嘛，真拢过就好啦，使就好，过就好。你较袂讲因为即个好甲歹，伫你的心内底生心，生有了着即个喜怒哀乐。你有喜怒哀乐不用起来，所以讲呢，就会有心不清净，无法度人圆满。佮再来讲，书本东方人，但心静即无罪，随西方人，心不静亦有迁。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夫不了自性，不识心中净土，愿当愿施。五人在厝一般，所以不言，随所自处，行安乐。思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处不返。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得。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讲呢，有就是讲，人讲人爱较善者，较善毋是咧善做人就是较咧善是善恶的善做较善的较有根本真的较有根本那当然，再来讲，书本东方人，但心静即无罪；西方人，随西方人心。不净亦有偏心念清净无念即无罪。安尼有简单无？敢有简单？心清净即无念就无罪就是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敢有简单？足简单毋足难做。要体验先其实毋是遮简单的代志，但是袂使放弃。不能放弃啦，袂使放弃，嘛是要安怎讲找个生命出口，唯有就是让你的心念能够清净无碍，
无论好甲歹，拢会当互你的内心清净。这才是咱今日的修行学道的重点。所以讲，个人有种种的过失，就是心念无清净。心念无清净，就是受到外境的污染。人讲花不别人自别，酒不醉人自醉。人咧即款酒跟伊也交你无关系，是你家己起来啉的，敢是安尼？所以讲咧，你敢会使怪酒，怪家己嘛？怪你家己，怪你的心，还怪你的心？心啊，心叮当，心毋但会去讲，我咧去食健太食。你心若无动起个念，你心袂去做。所以心是心的工具尔。所以毋通讲修道是心，心若改变，其实就会无做你袂去做嘛。你不会做坏嘛？你袂想歹嘛？袂想歹就会去做歹嘛？你就太严做，不可能的代志啊！所以讲伫法律来讲定外念，伊都袂去犯法，敢有差？袂啦，讲即条我若无差，因为我若无可能去犯啦。所以讲呢，咱无去沾染，其实就不可能会有罪。唯一就是讲，咱的心念清净。那么呢，受到外境的污染，所以讲即摆是文明的即个社会，物质丰富的社会，有好甲有歹，有啦有好嘛有歹。其实社会物质的文明丰富，对咱人会当生活较好，但毋拄咱人呢，因为相教。本来这物件是要帮忙咱，结果咱就是无好好家己善用嘛。所以讲个艺术，伊来污染着咱的心灵。所以讲个受着外境的污染甲即个诱惑，真正就是安尼个。拄仔讲个酒不醉人自醉嘛，迄个是乌的咧，迄有名的咧。若物件讲这有名的无名，逐项物件嘛有名。但是咧讲有名无名，就是讲是明白甲毋是明白啦安尼大家拢大家会去做面咧，世间就是安尼啦。所以讲这是有名的，无太无名，迄单物件出来无名。讲笑啦。所以讲呢，外在的一切污染甲诱惑，所以讲呢，迄个道中若平常时伫外口咧走跳的人你讲要叫伊来道中，人啊坐袂了。因为咱道中讲的讲爱淡薄隐秘啊，毋通外口伤攀岩啊，毋通安怎，伊就头都袂来啊。因为已经伫外口攀岩久啊。你讲要来安尼，我无法度。无法度毋听咧，因为听会用硬绕咧。因为见人来拢讲这个，我就是拄这用硬绕咧。所以讲呢，伊就讲无卖来。你外在不断的就是轮回生死嘛。所以讲呢，社会是一块泥石塔，道中是一块铁石塔。来遮呢，只要你要来，你听了会入，上咧用心，当然呢，无好的慢慢就会平度，会平度。其实伫人生内底呢，这才是咱真正有诶啦因为外在条件，我们追不完啦。用也用袂了啦，用袂了，心就有得失有艰苦嘛，有后悔嘛，有得有失啊。当然伫遐就会产生了即个苦嘛。所以讲呢，咱来当无名利那么呢，也就是因为心随境转，心随境转。咱定咧讲若无去保险公司大卖场拢嘛无跳，像你物件迄个去的时阵，看着咧打折，佫俗，佫水，就是讲安尼来买，心随境转，去互伊好去买啦。像你讲有迄个买着，咱无用，有毋是迄太俗，你看看有够好看啊！有当时咱来出去迄地柜仔遮水咧其实地柜仔
所以足济啊，安尼徛，但是恁即个水介意，有当时介意，落咧较贵买买啦，莫讲大座啦吼，因为咱人咧看，就是安尼个去互卡面，去互绑架伫咧，是讲因为安尼咧袂自在啦，哦啊，所以讲咧，咱咧学的是讲啊，着学好，咱个即抓吼，就是一定爱家己起势。我即届咧到迄公司吼，我无爱讲无爱买点啥物物件咧，经常看看，随时啊恁去安尼就好啦。哦，你若讲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吼，安尼有当时啊，啥物而退，全身而退。哦，安尼你不断的在历练，无必要会甲你迷惑，其实你就会自在。啊，若无那习惯呢，哦，所以呢，心随渐转，啊，当然就是讲，咱今日你断着好较歹，敢会好转去？那咱是别人吼，但是无我是别人，哦，啊嘛就是讲，心叫好较歹转去了后，伊会苦落来，因为咱无法度自主啊，你无法度做心的主人啊，无法度通调养你这个心啊，所以我这个心，哦，这断着好较歹，心咧就教落来，哦，结局做规矩，哦，什么理还乱？啊，所以剪不断啊，剪不断，理还乱。你看，安尼有艰苦，哦，还是艰苦啦吼，真正诶，哦，啊，所以讲咧，咱要安怎讲，断着好较歹，你有法度自在，哦，这个真正无简单啦，吼，无简单啦，哦，啊，不过咧，嘛是爱学习啦，哦，嘛是爱学习，要安怎有法度达到即种诶意见。啊，这嘛是咱修道无的咧，啊，无咱嘛是讲常常在天堂第一，天堂第一呢。哦，啊，若天堂较济是佫无要紧，迄若第一较济，咱就迄个足惨啊咧，真正咧。哦，啊，就是讲哦，照着咧修的内底，哦，嘛希望讲天堂愈济啦，啊，地较愈少啦。哦，这就是讲咱会爱有一个目标，爱有一个方向。啊，你要有这个目标和方向，唯有就是要转变你的心念，爱去学习啊，哦，啊无，咱讲有需要无需要相像，心拢袂清，哦，啊嘛是讲定来叫有卡面，哦，实在吼，讲袂较简单，但是要做就是遮困难的代志，哦，万风哦，万风披魔嘛，吼魔嘛，伊的意思就是讲吼。风若吹过，你就倒来咧。你无法度自主啦。风若爱甲你吹过，你就哪好啊？我顺这个势头拍过来安尼，哦，就是心随渐转的意思啦。哦，那么心念清净，无受外地北方的牵动，哦，心静凝欲，如如不动，咁会做福德甲过失。袂啦吼，所以咱嘛爱稳定，爱稳定。啊，要稳定吼，就是伫有事的时阵来好想好。啊，若无事，拢嘛感觉讲我是家己歹。哦，啊，你若讲吼想好较歹，拢免骗啊，当着个代志。试看卖下啦吼，哦，啊，各位先生，你是要互当着，卖当着？啊？无魔无苦，免叫平安感。当转的时阵吼，你着更上一层楼嘛。啊，若拢无当着，有当时啊到尾啊，去当着吼，你有当时啊头会吹啊。我是安尼想啦吼，介好卖当着啦，哦，但是伫即个世间讲拢袂当着。敢若嘛，无可能啦吼！会迄好业人吼，伊无烦恼钱尔，但是伊嘛会当着情绪啦，哦情绪啦吼。但是啊讲，我啥物拢无欠的，我唔快乐啦。啊袂快乐吼，啊就是伊尔来讲，迄就是已经有障碍了嘛，对无？无障碍你才袂快乐，袂快乐是有障碍，哦。所以讲呢，咱。要安怎
就是讲，伫即个污浊的世间内，咱要安怎有法度心正应用？因为诸佛菩萨伊嘛来过通灵，但是因有法度通心正应用，如如不动，伊当然不归负啦。咱嘛是人，嘛是家己共款的风景啦。嘛希望讲咱会当有个像因安尼，像因安尼安尼个事实啊，这是咱的目标，所以讲咧，外面的即个北方刊道，就是有千机鬼舞、丽水科，有这物件，有这物件。所以讲咧，当着即北方的时阵，咱要安怎会当如如不动？这就是爱看境界看境界，看咱的意境，看咱的境界，看咱的处用。伫境界处用的当中呢，也就是咱对有了解，咱今日去修行学道，咱去体会是偌济，去爱是偌济，你爱偌济。我咧讲的爱偌济，就是讲你伫修行内底，你对有修道肯定较济，还是较济。你若讲修行肯定较好，当然你对有了解即个北方面有可能要找你会当，莫讲袂当啦可能你嘛有所意见，因为你感觉修道是对是好个，没有错所以讲咧，伫这物件内底，你要安怎会当把持？因为你肯定修道对是好个那么伫北方内底，你当然爱去下功夫袂使讲伫修行当中呢，咱当个北方呢，就无法度飘来飘去，安尼嘛好，安尼嘛好若安尼呢，可能就会失去了咱修行的意义安尼愈修愈艰苦。真正呢，无修道凡事，佫无遐艰苦呢。修道了后呢，佫有遮尔济艰苦，可能就是咱用心。咱无掠着对个方向，所以讲呢，有看所以讲呢，看会当北方吹不道路啦，端坐机灵点，安尼上好，上好所以讲呢，讲倒转啦，就讲心念无清净，西方虽然是庄严，但是嘛会造成污染所做啊。所以讲若无修。虽然是西方净土咱就拢贪嗔痴慢不正见，拢无修，倒转去西方净土。西方净土咱有免交换人相咱拢会安尼讲嘛所以要转去就是以爱会当圆满。共款的，因为就讲你是遮有问题，你去别个无代表有问题，我安尼理解。去公司上班咱拢会想讲无来啊，到遮代志足济，我要来找换一间公司，换去间公司敢有代志？有啦，也是有啦。有当遐代志当然无可能是受伤啦但是嘛有代志，拢总是有事。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咱若法度适应环境，你毋通互环境要适应你。你若环境适应你就没办法适应。你若适应环境，去到对一个你就拢错。所以讲伫即个世间当中呢，咱唯一就是一定要适应即个环境，咱要适应即个环境，但是呢，毋通去互无好的环境牵。所以讲咧，咱人有清净无清净，你会有去互污染佮无污染，交外在的环境。好甲歹讲关系，你内心有清净无清净，你的内心有被污染甲无污染，交外围的环境，好甲歹讲关系。然后有就是你要看去，
的我常常讲嘛吼，你来看你手里遐落伫遐 XO 伫遮 A 汉走路伫遮啊，操你老师啊，对无？我嘛知影这是足好的手，但是我不锻炼啊，安尼有关系？无关系啊，都毋是即款手的问题啊，对无？人讲你人来你行先来你爱无，人讲行先来你爱，我就毋敢讲，对无？拢无啊，咱是放伫遐，啊你就讲哦，这讲食免钱的咧，哦，讲食免惊的咧，食，啊，就是你要看。所以讲的心的清净，甲有比污染无污染了外在的好较爱无关系，有关系就是你要看，毋是伊甲你，吼，是你互看去，你家己去了，毋是伊来甲你拖去的。啊，所以讲咱咧学就是咧学讲吼，看着伊，知影清楚啦，水啦，袂歹啦，好食啦，但是我不为所动。因为伊交无关系，啊！你像讲咱今日去食寿司，锅盖内底酒都袂使食，咱就讲哎，这锅盖内底这个偌好的酒，交咱嘛无关系。你不会动了一点，所以你好酒甲歹酒交咱嘛无关系。外口的好甲歹交咱无关系，嘛就是讲你今日遇到好甲歹，爱交咱无关系，你心内清净。啊，若有关系就袂清净啊，共款意思。啊嘛，就是讲，伫世间how有可能讲，你无去接触到所有的人事物，无可能嘛。尤其是咱即摆在家属来讲起来，你甲看，毋是讲去青山古道吼，就干那咱即几个安尼修行，无人就搁代志对无？啊，代志嘛足少啦吼，因为咱即个时咱常在咧修行就是安尼尔嘛，对无？哦，免讲有啥物代志足困难，但是咱今日去无，咱今日虽然咧修行，但是叫世俗人。小城人吼，嘛是叫人爱接受嘛吼，有修行的人，无修行的人，啊，啥物代志咱爱去接受着。所以毋敢讲别样的修书，就是火中栽莲花。啊，咱就是讲火中栽莲花无简单嘛。啊，毋拄安尼咧心态，较稳有啦，但是家己爱较稳一下啦，吼，家己爱较稳，把持会牢。吼，啊，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家己的内心如何？是咱心的问题，交外在无关系。所以讲呢，这个神秀大师吼，伊有一个徒弟啦，叫做屈多禅师。伊就去分游四海，一个屈多禅师去看到神秀大师的一个弟子，伫遐结错为暗，结错为暗敢听？真正是恁听啦，无你可以听无啦。讲国语你可能会听较有啦，讲台语。哦，你国语的，国语的爱讲国语的，爱听国语。国语的。说国贼草。对，贼草有起草树啦，起草树。起草树了啊，要探寻清净啊。所以讲，这个屈多禅师就甲问啦，讲你去这结错为暗边，我就是要来探寻清净啊。结果呢，这个屈多禅师就甲讲吼，啥物是清净啊？清净是啥物物件啊？所以讲呢，这个清净伊就听着安尼，伊听无，所以伊就问这个屈多禅师啊。这个屈多禅师甲讲吼，你太无爱对你的内心内底去探寻啊。因为我这心足乱，我伫遮禅定啊，我禅定要哪？就是要互心静落来啊，照着外口安尼要互静落来啊。所以讲咧，咱甲想，愈无人的所在，愈无人愈无代志嘛，愈无人就愈无代志。你的环境就安尼啊，但是若愈人愈侪人愈有代志咧，所以你袂使讲愈人。无人，愈无代志，愈清净，伊不能这样说。你爱伫足侪人的内底，你有法度能清净。下等一个会讲到。所以讲咧，伊就讲，你太有爱你的内心，去探索，你太无爱伫你的心去感悟啊。因为安尼甲听起来，甲我讲的，咱有能力会听，我心足怪。
安怎我就安怎吼，啊当然嘛心嘛快乐啦吼，我心就快乐，拢是心嘛，所以讲你哪会无咱依心去探索，你哪会无咱互你的心清净？无是啥物人会当互你清净？啥物人会当互你清净？请问，敢会？无法度呢？你若讲吼，7有咧卖一种迄落饮料吼，当然咧还甲咧迄落吼，咧炒的时阵吼，迄饮落去，规个咧拢落去，那安尼就简单啊。问题是无迄落物件，无迄落物件就是安那，爱微心，因为心要做病嘛，要做病就绝对来一定要感受到。真正咧有咧感受到，都记载袂牢，佫无咧感受，才佫较惨。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这个佛道上师就甲这个经验伊就安尼讲啦，所以讲咧，不是，歹势，要倒转去，好来，先来讲一段，这就来讲典故啦。这个典故呢，就是讲这个四座甲五座，两个就赶快去分有数啦。伊就来讲这个五色相分。笼罩到这个牛头山，有一间叫做油车寺啦。来到这个寺院叫做油车寺。所以这个寺主伊就去问这个精灵啊，敢是读精灵家己精灵嘛伊就去问这个精灵啊，遮敢有道灵啊？寺主咧问这精灵遮敢有道灵？那么这个道灵来讲起来，就是爱对佛法的真谛，甲禅的心要，已经有进入了这个意境内底。四祖咧问的就是安尼，这叫做道理。但是道理来讲起，佛教较早期，伊毋是叫做真理，伊是叫做道理，是因为道理交道教，它会有冲突。所以伊后来就无讲是道理，讲改做真理。但是四祖伫遮咧问的道理，交一般大家拢叫做和尚尼姑拢是道理的意义无共。我真讲安尼咁听，所以讲起来呢，伫这个所在，迄个真理无了解嘛，伊就想这个大家都拢就是真理，就是道理，然后搁咧对找道理。但是这个真理伊无了解，出家人对一个是道理，这是伊的意见。但是道祖咧，伊就笑笑甲讲请问对一个是道理？这句话呢，伊就充满了这个禅意。伊讲是啊，剃光头毛等于心清净呢。各位前几讲是安尼，光头交心有关呢。毋是人咧讲的，讲断掉3000烦恼丝呢。头毛剃起来，烦恼就无去啊。歹势，头毛敢会大？你头毛会大呢，烦恼就生出来咧。所以伊讲剃光头毛等于是心清净。毋是佛教讲剃掉3000烦恼丝呢。心无清净，别来讲是道理。所以互我讲，会食菜人要修道人较共，歹势啦。佛法是食菜人，咱大家当是修道人，因为我的境界无共，所以互我是食菜人互我毋是修道人，修道人毋是安尼。所以讲的心无清净，该讲是道理。所以讲四祖的意思是安尼。但是这个真理哇，这个真正拢毋捌当的这歌手伊就无法度回答。伫边仔拄好有一个年纪较济老僧嘛悟性较悬啦。伊讲你对青山伫遮行去迄个十里遐有一个叫做法用真理，伊伫遐独坐独自住伫迄个所在，每一工就是用咧禅定做禅啊。见着人伊嘛袂插伊啦，所以大家拢叫伊难忘了，这个怎分单去啊？怎分单去啊？因为伊为着咧禅定嘛咧禅定就是因为安怎讲呢？你去找一个环境上，都无人来，就咱甲带讲的，都无
无人就无代志啊，对无？安尼有清净无？无安尼，安尼真正是清净啊！哦，所以讲咧，伊就伫遐哦，啊，佮见着人哦，拢无要插人啊，所以叫人哦，是即个。而且咧，伊咧打坐的时阵咧，哦，有迄个白猴的现果，哦，啊，甲白鸟，哦，鲜花的神意就对啦。哦，安尼敢去道理？即个白猴会挽物件食呢，哦，啊，迄白鸟可以鲜花来才甲伊献花呢，哦，有即种的意象，哦，伊就讲啊，咧伊某迄是道咧，哦，即个老僧伊就甲四祖安尼讲，哦，安尼讲安尼啊，敢是道理？哦，那么呢，伊即个四祖甲五祖呢，哦，就来到即个法用伊修道的法上伊修道的所在。哦，那么呢，这个法友看着因两个那视而不见的，我感觉那坐坐我下，因为我伫这动念嘛，哦，安尼那是禅定，那是真正清净啊，哦，伊想讲吼，若佫交因打招呼，就佫袂清净啊，所以视而不见的，哦，那么四祖呢，不懂声色，甲因问，观其何言，心为何对？哦，这咱各位浅浅哦，等于咱想看下哦。法用呢，无法通对答，伊讲哇，安尼当然可以啊，到这来理解啊，袂使搁坐伫遐插人啊，吼，安尼。所以讲呢，就是去甲伊问，除了遮，敢有搁较清净的所在？伊咧甲问，咧问对你敢知？啊，有啦，但是法用哦，伊拢安尼一下，这几条山啊，这一条山才大粒啦，就干那我一箍人尔。即讲这足土的吼，啊，你像我即个人尔，啊，当然也无啥物代志啊，安尼十分的清净啊，敢佫有对较清净？要四祖咧讲，敢有佫对较清净，敢有共？无共啦吼，但是意见啊，哦，咱咧咱会偏伫咧所在就足清净，哦，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呢，其实就是个意思。讲你固执来守住了你这个清净，为着清净，忙得不亦乐乎？敢有？伊敢来打造清净的地方？我为着你清净，所以去打造用较侪心来建造了一个伊所谓较清